望下個市一片血紅，金價今日跌穿咗4050蚊呢個心理關口，直插到4048蚊，單日就唔見咗0.69個百分點。過去5日累計跌咗1.72個巴仙，你係咪開始驚？你係咪諗緊要止蝕？你個心係咪已經腳軟？如果你有呢種感覺，你唔好覺得自己冇用，係人都會驚。但我想話你知，你驚過一下就正中咗莊家嘅圈套。今日我要拆解點解呢個位絕對唔係撤退信號，而係2026年最殘酷嘅財富分水嶺。你以為金價玩完？我話你知先係剛剛開始。先講一個最違反直覺嘅事實，你望住個金價圖，6個月跌咗2成半，由高位計蒸發咗成1000蚊美金，呢個係鐵一般嘅數字。我唔會否認，亦都冇必要否認。但問題係你隻眼淨係睇到呢6個月，你個腦已經被短期波動完全支配，呢個就係莊家想你陷入嘅心理陷阱。你諗下，如果你去睇醫生，醫生會唔會淨係睇你今日有冇發燒就判斷你生癌？梗係唔會啦，佢會睇你過去10年嘅病歷，睇你嘅家族遺傳，睇你嘅生活習慣，做全面嘅身體檢查先可以下判斷。投資都係一樣，你將個圖表縮細，睇下10年週期，金價升咗差唔多2倍，199.64個巴仙，呢個先係底層邏輯，呢個先係真相。但絕大部分散戶永遠唔會咁樣睇嘢。佢哋嘅視野淨係局限喺過去幾個禮拜、幾個月俾莊家畫出嚟嘅圖表牽住個鼻走，完全冇能力退後一步去睇成個大畫面。你知唔知呢個係咩原因？係因為人類嘅大腦喺進化過程中係被設計嚟處理實時威脅嘅。你喺原始時代見到隻老虎，你需要即刻反應，唔係坐喺度分析老虎嘅生態習慣。但現代金融市場嘅最大威脅唔係實時嘅價格波動，而係長線嘅購買力被蠶食，係你唔做任何嘢嘅情況之下，眼白白望住自己啲錢慢慢貶值。呢個威脅冇老虎咁戲劇性，但殺傷力大100倍。但呢度仲有更深層嘅嘢，你要明點解6個月跌2成半會令到你咁恐慌？因為人性係厭惡損失嘅。行為經濟學有個講法叫損失厭惡，即係你輸100蚊嘅痛苦程度遠大過你贏100蚊嘅快樂程度，大概係2倍嘅差距。呢個唔係我亂噏，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做過大量實驗證明嘅結論。佢嘅前景理論清楚指出，人類對損失嘅敏感度遠高於對等額收益嘅敏感度。莊家就係利用呢個心理弱點嚟收割你。佢哋計過晒，只要將金價由高位推低2-3成，配合媒體鋪天蓋地嘅悲觀報道，再喺討論區散播啲黃金時代完咗嘅言論，絕大多數散戶就會喺恐慌中交出籌碼。呢個操作喺金融市場有過無數次前例，我唔係憑空想象。1998年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爆煲前，金價一樣有過深度回調。2008年金融海嘯前夕，黃金都經歷過一次兇狠嘅洗盤。2020年疫情初期，金價一樣由1700蚊急跌到1450蚊。市場當時嘅氣氛同今日一模一樣，所有人都話現金為王，所有人都話黃金避險功能失效。結果呢？之後嗰1年，金價創咗歷史新高，升穿2000蚊。嗰班喺1450止蝕嘅人全部做咗韭菜，佢哋唔係輸俾市場，係輸俾自己嘅情緒。佢哋喺最應該買入嘅時候選擇咗賣出，喺最應該貪婪嘅時候選擇咗恐懼。呢個就係散戶嘅宿命。所以你要問自己一個問題：如果你見到4048嘅金價，你第一個反應係驚同想賣，咁你就要認真反省下，你究竟係做緊投資定係做緊情緒嘅奴隸？投資唔係鬥快，唔係鬥聰明，係鬥邊個可以控制自己嘅情緒，邊個可以睇得清真相。呢個位你睇到嘅係危險，我睇到嘅係執死雞嘅機會。但當然唔係叫你聽日就 all in 衝入去，絕對唔係呢個世界冇咁簡單嘅必勝方程式。我只係話你知，你而家嘅恐懼情緒本身就係市場見底嘅一個重要信號。巴菲特講過一句說話：別人恐懼我貪婪，別人貪婪我恐懼。呢句說話聽落好簡單，但真正做到嘅人萬中無一。因為要喺群眾恐慌嘅時候保持貪婪，你需要有遠超常人嘅心理質素，同埋對資產價值嘅深刻理解。你要有足夠嘅知識儲備去說服自己個腦，
話俾自己知而家嘅恐慌係唔理性嘅，呢個過程係極之痛苦嘅，但你一定要經歷講翻現實嘅宏觀環境。我先唔講太遠，就講美國聯邦債務40萬億美元，呢個數字唔係我作出嚟，係美國財政部自己公布嘅官方數據。40萬億係咩概念？我打個比喻你聽，如果你每秒數$1，你要數超過126萬年先數得晒。呢筆債嘅利息開支已經去到一個冇可能還得清嘅地步。過去一年，美國政府淨係用嚟還息嘅錢已經超過咗成個國防預算。最新數據顯示，2026財政年度，美國聯邦政府嘅淨利息支出已經突破11000億美元，比起國防開支嘅8000幾億仲要多出成節。你諗下呢個係咩概念？一個國家用嚟還債嘅錢仲多過用嚟保護自己嘅錢，你仲覺得呢個系統可以維持幾耐？仲有一點更加得人驚嘅係，呢筆債嘅平均年期唔長，大概係5年到6年左右，即係話每5、6年美國政府就要將成個債務重新融資一次。而家嘅利率水平比起5、6年前高出咗一大截，舊債到期要用新債取代，新債嘅利息成本係舊債嘅2倍甚至3倍。呢個滾雪球效應會令到利息開支以幾何級數增長。你話呢個係咪一個龐氏騙局？我就話呢個係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嘅龐氏騙局，只係個騙局嘅主持係美國政府，所以冇人夠膽出聲踢爆。但呢件事唔係淨係美國嘅問題，你以為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咁你就大錯特錯，因為美元係全球儲備貨幣。美債係全球金融體系嘅定價基準，40萬億債務一旦爆雷，全球流動性會瞬間乾塘，銀行之間唔會再願意拆借資金，信貸市場會凍結。呢個唔係我危言聳聽。2008年雷曼爆煲嘅時候，銀行同業拆息一夜之間扯高幾百點子，全球金融系統差一步就全面崩潰。當時美債規模只係10萬億左右，今日係40萬億，你話個風險有幾大？而當時各國政府同央行仲有政策空間去救市，可以大幅減息，可以量化寬鬆。但而家呢，利率已經唔係好高，但通脹仲未完全受控。各國央行嘅資產負債表已經擴張到一個好誇張嘅地步，再要大規模放水嘅空間好有限。即係話下次危機爆發嘅時候，央行嘅救市工具箱會比以前空虛好多。你仲指意有人會出嚟救你？你係咪太天真？而香港人最直接感受到嘅就係 HIBOR 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嘅變化。你有冇發覺呢排公樓個利息冇點樣跌？明明市場成日話美國要減息，但香港嗰啲銀行就好似聽唔到咁 ，HIBOR 維持喺高位，遲遲唔肯落，因為銀行唔係傻嘅，佢哋知道美債呢個計時炸彈隨時會爆，所以佢哋要保留資金做好防禦準備，唔會輕易借錢出去。銀行都喺度自保緊。你呢個小市民仲喺度諗住減息會救到你層樓，你唔覺得好天真咩？你打開供樓個戶口睇下，你每個月還嗰筆錢有幾多係還本金，有幾多係還利息？喺高息環境之下，你供咗好幾年，可能本金只係還咗少少，大部分都係俾銀行食咗利息。你以為你係業主，實際上你係銀行嘅租客，你每個月交緊租俾銀行，仲要負責維修保養管理費同差餉。層樓嘅真正權益根本唔喺你手。再講一個更加貼身嘅問題，你以為你市層樓仲值錢？你打開銀行月結單睇下，負資產個案而家係咩水平？官方數據已經話俾你知持續高企，實際情況可能更加嚴峻，因為銀行估價好多時候都滯後，你層樓嗰個真正市價可能已經跌到低過你嘅按揭餘額。你表面上仲供緊樓，實際上你係幫銀行打工。負資產最恐怖嘅地方唔係層樓跌幾多，而係你冇得走。你賣樓要抬錢成交，你唔賣就要繼續供，但供完你發現層樓仲係唔值錢，呢個就係所謂嘅資產陷阱。你成世人嘅努力就係為咗供起一個負資產。你話呢個係咪一個笑話？仲要係一個好殘酷嘅笑話。但最大嘅收割仲喺後頭，美債爆雷引發嘅唔單止係金融危機，仲會觸發貨幣貶值潮。你以為你銀行戶口嗰幾百萬好穩陣？我話你知，你手上嗰啲港紙同美元掛鈎，美元一旦出現信心危機，港幣唔會獨善其身，購買力會被大幅蠶食。你諗下，而家出街食餐飯要幾錢？
去街市買餸要幾錢，價格已經持續上升緊，呢個就係通脹嘅威力。你啲錢放喺銀行收嗰1-2%利息，實際上購買力年年縮水，即係話你唔做任何嘢，你嘅財富已經喺度被無聲無息咁收割緊。呢個收割嘅過程係好陰濕嘅，佢唔會一下過搶走你啲錢，而係每年蠶食你幾個巴仙嘅購買力。今年你覺得餐飯貴咗少少，出年你覺得去旅行要使多咗錢，後年你發現啲積蓄唔夠退休，等你意識到問題嘅嚴重性嗰陣，已經太遲啦。你嘅財富已經喺不知不覺之間被轉移咗去持有實物資產嘅人手上。好多香港人一生淨係識得買磚頭同存定期。我唔係話磚頭唔好，喺過去30-40年，買樓的確係最穩陣嘅投資。好多香港人就係靠買樓發達嘅。但係時代變咗啦，你仲用緊上一個周期嘅思維去應付下一個周期嘅挑戰，結果只會死得好慘。你諗下你阿爸嗰代點解買樓會發達？因為嗰陣時經濟高速增長，人工年年加，利率長期向下，通脹溫和。呢啲全部都係利好樓市嘅因素，樓價升幅遠超通脹，供樓嘅實際負擔係越來越輕嘅。但而家呢，經濟增長放緩，人工又加得慢，利率抽高咗唔肯落，通脹又蠶食緊你嘅實質收入，呢啲全部都係利淡樓市嘅因素。遊戲規則根本已經唔同咗，你仲用舊思維去玩新遊戲，即係等於拎住羽毛球拍去打網球，打得中先期啦。仲有樣嘢你要明白，而家嘅宏觀環境同你阿爸嗰代有一個根本性嘅分別，就係債務週期已經唔同咗。你阿爸嗰代係處於一個長期去槓桿之後再槓桿嘅上升週期，而家我哋係處於一個超級債務週期嘅末端，全球債務總額對 GDP 嘅比率已經創咗歷史先高。呢個位之後只有兩條路可以行，一係透過通脹去變相違約，一係直接爆煲引發系統性崩潰。兩條路都係死路，分別只在於死得快定死得慢。至於定期存款就更加可笑，你將啲錢鎖死喺銀行1年半載，收嗰少少利息，扣除通脹之後實質回報係負數，即係話你越存錢越窮，仲要遇到銀行系統性風險嗰陣，你啲存款係冇保障㗎。你唔好以為存款保障計劃可以保護到你，嗰個保障額度得幾十萬，超額嗰部分係冇保障嘅。如果你全部身家放喺銀行，萬一發生金融危機，你隨時揸都冇得剩。銀行嘅業務模式本身就係用高槓桿運作嘅，佢哋嘅資本充足率講緊只係10幾個巴仙，即係話銀行每借出90幾蚊，得10幾蚊係自己嘅資本，其餘都係存戶嘅錢。一旦出現大規模嘅壞賬或者擠提，銀行係完全冇能力還錢俾所有存戶嘅，呢個就係銀行體系嘅原罪。而你仲覺得將成副身家放喺銀行係最安全嘅選擇？咁你可以點做？呢個時候你需要一樣嘢叫保命財。咩叫保命財？就係當成個金融體系出現系統性崩潰嘅時候，依然可以保持購買力甚至升值嘅資產。喺人類幾千年文明史上，唯一通過所有考驗嘅保命財只有一樣，就係黃金。呢個唔係我嘅個人意見，係歷史俾我哋嘅教訓。古埃及文明用黃金作為財富儲存，羅馬帝國用黃金鑄造貨幣，大英帝國靠黃金建立金本位制。就算去到現代，2026年全球央行嘅黃金儲備佔比已經攀升到15個巴仙嘅歷史高位。你知唔知呢個數字代表咩？代表緊全球最聰明嗰班人，各國嘅中央銀行，佢哋掌握嘅信息比你多，比你快，比你準。佢哋唔係信我講嘅嘢。佢哋係用實際行動話俾你知，黃金先係最終極嘅避險資產。根據世界黃金協會嘅最新數據，單係2025年全年，全球央行嘅淨買金量已經超過咗1200噸，係連續第13年錄得淨買入。2026年船不年呢個勢頭不單止冇放緩，仲要加速緊。尤其係亞洲區嘅央行，中國人民銀行已經連續10幾個月增持黃金儲備。印度儲備銀行一樣喺度大手吸納，波蘭、捷克呢啲東歐國家嘅央行都喺度默默咁買。你話呢班人有冇可能一齊錯？如果佢哋都錯，咁全世界都錯，唯獨係你正確。你覺得呢個可能性有幾大？連匯豐、中銀呢啲發鈔銀行都要買金避險嘅時候，你憑咩覺得你手上嗰張紙幣係最安全？
你手上嗰張銀紙講到尾，只係一張債務憑證，發鈔銀行印出嚟嘅。佢嘅價值取決於發行機構嘅信用。一旦發行機構嘅信用破產，你張銀紙就即刻變廢紙。呢啲嘢唔係未發生過。1923年德國威瑪共和國嘅惡性通脹，2008年津巴布韋嘅貨幣崩潰，仲有委內瑞拉、阿根廷，呢啲例子多不勝數。一個國家嘅貨幣崩潰從來都唔會預先通知你，佢會喺你完全冇防備嘅時候突然發生。你可以想象下，有一日你瞓醒打開銀行 App， 發現你戶口嗰堆數字仲喺度，但出街買個麵包要幾百萬，你成世人嘅積蓄連一餐飯都買唔起。你覺得呢個情景係天方夜譚，但對於經歷過惡性通脹嘅國家嘅人民嚟講，呢個係佢哋嘅真實經歷，係佢哋每晚發噩夢都會見到嘅畫面。你唔好以為香港係國際金融中心就唔會發生呢啲嘢，金融危機從來唔會預先通知你時，佢只會喺你冇任何準備嘅時候突然降臨。我再深入講多少少宏觀嘅嘢，點解全球央行要喺呢個時候狂買黃金？除咗美債爆雷嘅風險之外，仲有一個更大嘅地緣政治風險。而家國際局勢係點樣？大家都睇到，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各國之間嘅信任度降到歷史最低點。以前啲國家覺得持有美債係最安全嘅，因為美國係全球最強大嘅經濟體，美債係流動性最好嘅資產。但經過呢幾年嘅發展，好多國家開始質疑呢個假設。如果美國可以用 SWIFT 系統制裁俄羅斯，凍結俄羅斯嘅美元資產，佢同樣可以用同樣嘅手段對付任何一個國家。呢個唔係假設，係已經發生咗嘅事實。2022年俄羅斯央行嘅海外資產被凍結嗰一刻，全球所有非西方國家都睇得好清楚，佢哋知道美元資產唔再係安全嘅避風港，而係一件可以被武器化嘅金融工具。咁你仲會唔會咁放心將所有外匯儲備放喺美元資產上面？當然唔會啦。所以各國央行開始將外匯儲備多元化，而黃金因為唔屬於任何國家，唔受任何人控制，唔可以俾人制裁，唔可以俾人凍結，就成為最理想嘅替代資產。呢個邏輯係無懈可擊嘅。你只要有基本嘅常識，就會明白呢個趨勢唔係短期嘅，而係結構性嘅，未來5年、10年都會持續落去。你諗下，如果各國央行每年都將1%嘅外匯儲備由美元轉去黃金，個需求量有幾大？根據世界黃金協會嘅數據，2025年全球央行買金嘅數量創咗半個世紀以嚟嘅新高。2026年呢個趨勢更加明顯，仲要加速緊。一邊係央行瘋狂買金，一邊係金礦產量增長緩慢。開一個新金礦由勘探到投產閒閒地要10年8年，供應係剛性嘅，需求係不斷增加嘅。你話金價長遠係升定跌？呢個根本係小學生都識計嘅加減數。我再俾多個數據你參考下，全球已經探明嘅黃金儲量大約係5萬幾噸，以目前嘅開採速度，大概10幾20年就會開採完畢。而新發現嘅大型金礦越來越少，開採成本越來越高，好多金礦嘅開採成本已經去到每盎司1200蚊，甚至1500蚊，即係話金價就算跌到千幾蚊，都唔會再有新供應增加。因為礦商開採會蝕本，供應有剛性下限，需求有剛性增長，呢個方程式嘅結果只有一個。但你以為咁樣就代表金價會一條直線咁升上去咩？咁又太天真啦！莊家唔會咁容易俾你賺錢，佢哋嘅手法係好陰濕嘅，佢哋知道散戶嘅心思弱點，知道散戶從易睇短期圖表，知道散戶冇耐性，所以佢哋會故意製造一啲假嘅下跌趨勢出嚟。等你驚，等你走，等你親手將廉價嘅籌碼拱手送上，呢個就係我所講嘅暴力洗盤。你諗下個邏輯係點樣嘅？假如我係一個大銀行嘅交易員，我接到指令要喺4000蚊附近大量吸納黃金，咁我會點做？我唔會大鑼大鼓咁衝入市場掃貨㗎，因為咁樣會推高價格，增加我自己嘅成本。我要做嘅係盡量壓低價格，用最平嘅價錢收到最多嘅貨。最有效嘅方法就係製造恐慌。我會喺市場上面拋售一啲黃金期貨合約，推低個價格，同時間聯絡啲媒體放風，話黃金前景暗淡，技術走勢轉差，
再揾幾個所謂分析師出嚟話金價要跌到3000蚊，甚至2500，總之就係要令到你驚，令你覺得而家唔走就會蝕得重金。當你同其他散戶一齊恐慌性拋售嘅時候，我就喺低位慢慢吸納，等到你哋個個都走晒，我就突然之間調轉槍頭，大舉掃貨。金價一個星期升翻3-4個巴仙，你眼白白望住個價係咁升，但你手上已經冇貨啦。你想再買翻就要用更高嘅價錢，呢個就係典型嘅怯淡倉操作，係華爾街玩咗過百年嘅老把戲。散戶永遠都係被割嗰個，你以為自己係投資者，其實你只係莊家劇本入面嘅一個配角，你嘅角色就係喺低位交出籌碼，喺高位衝入去接貨。呢個劇本不斷重複上演，每一次都有新嘅藉口，每一次都有新嘅故事，但個結局永遠都一樣。而家嘅情況就係咁樣，金價由高位回調咗2成半，跌穿咗所謂嘅支持位。媒體鋪天蓋地咁報道話黃金牛市結束，討論區啲人個個都話要止蝕，成個市場嘅氣氛係極度悲觀嘅。呢啲全部都係洗盤嘅特徵。你睇下個成交量近排有冇異常放大？有嘅話就更加確認大戶喺度大手接貨，但一般人淨係識睇價格，唔識睇成交量，更加唔識睇資金流向。佢哋見到價格跌就以為個市場冇人要黃金，其實恰恰相反，係有人用盡一切辦法壓低價格去吸納。呢個信息差就係大戶同散戶之間嘅鴻溝。大戶永遠掌握跟道現係，永遠行先你一步。你要做嘅唔係跟住佢哋嘅尾巴走，而係要睇穿佢哋嘅意圖，同佢哋一齊坐順風車。再講多少少關於美債40萬億呢個計時炸彈，你一定要明，呢個先係2026年下半年最大嘅宏觀風險。而家市場仲喺度扮冇事，仲喺度炒緊乜嘢軟着陸，乜嘢人工智能革命，呢啲全部都係煙幕。真正嘅風險係美國政府嘅債務已經去到一個冇可能持續嘅水平。你睇下啲數據，美國政府每1蚊嘅稅收有幾多係要用嚟還債？呢個比率係持續攀升緊嘅。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嘅最新預測，到2026年，聯邦利息支出對財政收入嘅比率會突破2成，即係話政府每收5蚊稅，就有1蚊要直接用嚟還息，仲未計還本金，淨係還息都還到氣咳。你話呢個政府仲有幾多錢可以用嚟做正經事？起基建、搞教育、醫療，全部都要讓路俾債務利息，呢個國家嘅國力會俾呢筆債慢慢拖垮。而家聯邦基金利率仲維持喺一個相對高嘅水平，新發行嘅國債利息成本遠高過到期嘅舊債，即係話債務利息嘅複合增長速度會越嚟越快。呢個就係複利嘅威力，只係今次係倒轉頭嚟傷害你。你可能會問美國政府點解唔直接印銀紙還債？佢係可以咁做，但後果係咩？就係美元匯價暴跌，通脹失控，最終都係要爆。只不過係由債務危機變成貨幣危機，呢兩樣嘢嘅結果都係一樣嘅，就係紙幣購買力大幅蒸發。持有實物資產嘅人先可以生存，而黃金就係最古老亦係最可靠嘅實物資產。呢個唔係咩高深嘅金融理論，係基本常識。當一個國家不負責任咁樣狂印銀紙，佢嘅貨幣最終一定會變成廢紙。呢個定律喺人類歷史上被驗證過無數次，冇一個國家可以例外。包括美國，呢個危機對香港人嘅影響係最直接嘅，因為港幣同美元掛鈎，你嘅身家係用港幣計價嘅，美元一出事，港幣就跟住出事。你層樓係港幣資產，你銀行存款係港幣資產，你份保險係港幣資產，你嘅強積金大部分都係港幣同美元資產，即係話你成個身家都係綁喺美元體系上面。一旦美元體系出現結構性危機，你係避無可避嘅。成個香港嘅資產價格都會受到衝擊，樓市、股市、匯市三殺。呢個唔係我作嘅末日劇本，係一個合理嘅風險推演。你有冇為呢個風險做過任何準備？定係你仲喺度望天打卦，覺得一切都會好起來，覺得政府會救你，覺得央行會救你，覺得個天會救你？你知唔知呢種心態叫咩？叫僥倖心理，係投資世界裏面最致命嘅心態。但你要反過嚟諗，既然風險咁大，邊個會最受惠？咪就係一早部署好嘅大戶同機構投資者，佢哋用咗過去幾個月嘅時間，不斷壓價收貨，
就係等緊債務海嘯爆發嗰一刻，到時金價會好似火箭咁垂直飆升，而你仲喺度戇居居等緊樓市反彈，等緊定期存款到期。呢個差距就係決定你未來10年財富嘅關鍵。你以為你係個受害者係被動嘅，但其實你一直都有得揀，你只係選擇咗唔去理，選擇咗扮睇唔到，選擇咗相信自己想相信嘅嘢，到最後你先發現原來自己先係自己最大嘅敵人。而家講返4048呢個價位應該點樣處理，我唔會俾你一個盲撐嘅建議，一味話買買買，嗰啲係不負責任嘅財演先會做嘅嘢。我只會話俾知一個理性嘅投資者應該點樣思考呢個問題。首先你要問自己3個問題。第一，你嘅投資期限係幾耐？如果你係做短線投機嘅，諗住今個星期買下個星期賣，咁你唔應該掂黃金，因為短期波動可以好大，莊家洗盤嘅過程可能仲會持續一段時間，你冇足夠嘅持貨能力係會俾人震走嘅，呢個唔係你玩嘅遊戲。黃金嘅屬性係長線保值，對沖貨幣貶值風險。如果你嘅時間維度係以星期或者月份計，你根本唔係黃金嘅目標持有者，你只係一個賭徒，而賭徒嘅結局永遠只有一個，就係輸晒。第二，你嘅資產配置有冇問題？如果你成副身家90%以上都係港幣資產，樓股現金全部綁死喺香港同美元體系，咁你好明顯係過度集中風險。你必須將一部分資金抽離出嚟，配置去非美元、非港幣嘅資產。黃金係最直接、最簡單嘅選擇，唔係叫你瞓身，而係要有一個合理嘅比例。呢個比例因人而異，視乎你嘅年齡、收入、風險承受能力。但一般而言，我覺得最少都要有10到15%。如果你係比較保守嘅投資者，20%都唔過分。你諗下，如果最壞情況發生，你嘅港幣資產大跌30%，但你嘅黃金資產升咗50%甚至1倍，你成個投資組合嘅損失就會被大幅緩衝。你唔會因為一次系統性危機而冇咗半世嘅積蓄。呢個就係資產配置嘅威力，佢唔會令你發達，但會令你喺風暴中生存落嚟，而生存先係投資嘅首要目標，賺錢只係次要。第三，你有冇分批部署嘅紀律？一次性 L 年係賭博，唔係投資。你永遠唔會知道個底喺邊度，莊家都唔會話俾你知佢幾時收夠貨開始拉升，所以你必須要制定一個分批買入嘅計劃，將你預留咗嘅資金分成幾份，設定好唔同嘅買入價位。例如而家4048買一份，如果跌到3900買多份，跌到3700再買多份，總之就係預跌預買。呢個就係金字塔式嘅建倉方法，可以拉低你嘅平均成本，同時俾到你心理上嘅安全感，因為你唔會驚買完即刻跌，你只會期待佢跌多啲俾你買平貨。呢個心態嘅轉變係極之重要嘅。一個投資者同一個賭徒最大嘅分別就係投資者有計劃、有紀律、有耐性，賭徒只係靠感覺、靠運氣、靠一時嘅衝動。仲有一點好多人忽略嘅就係 MPF 強積金嘅配置。你每個月供嗰啲錢其實係有得揀嘅，你可以選擇唔同嘅基金組合。如果你份工係公開港股、港股債券或者環球股票基金，你可以考慮將一部分轉去有黃金相關資產嘅基金。而家市面上有好幾隻黃金 ETF 同埋金礦股基金可以俾你選擇。呢個係最簡單嘅方式，將你嘅退休儲蓄同黃金掛鈎。長遠嚟講，對於對抗通脹同貨幣貶值係好有幫助嘅。你唔好以為 MPF 係細數目，供20年、30年，複利滾落去個數可以好大。呢筆錢你唔妥善管理到退休嗰陣，可能已經俾通脹蠶食到渣都冇得剩。你成世人打工供款，到頭來發現嗰筆退休金嘅購買力得返原本嘅一半甚至更少。你話你嗰刻會係咩感覺？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因為你一早有機會做嘢，但你冇做到。講咗咁多宏觀同策略嘅嘢，我想回歸最基本嘅人性層面去剖析呢個問題。點解散戶永遠都係輸錢嗰個？唔係因為佢哋唔夠聰明，亦唔係因為佢哋冇信息，而係因為佢哋控制唔到自己嘅情緒。我研究過行為金融學好多年，睇過無數咁多嘅案例，總結出一個規律，就係人類喺面對金錢嘅時候，會犯3個致命錯誤。第一個叫羊群效應，即係見到人哋做咩就跟住做，人哋驚你又驚，
人哋買你又買，完全冇獨立思考。第二個叫確認偏誤，即係你只會留意同你原有立場一致嘅信息。如果你本身睇淡金價，你就會特別留意所有唱淡嘅新聞，自動過濾晒所有利好嘅數據。第三個叫短視時近利，即係你太過着重眼前嘅股價波動，冇辦法從長遠嘅角度去判斷價值。呢三個錯誤加埋就足以令你喺任何一個市場都輸到仆街。而呢三個錯誤唔係淨係喺投資市場出現，佢哋喺你生活嘅各方面都存在，只係喺金錢世界入面，犯錯嘅代價係最直接、最慘烈嘅。莊家就係利用你呢三個弱點嚟設計佢哋嘅陷阱。佢哋透過媒體同網絡製造羊群效應，令你覺得身邊所有人都喺度沽金，製造確認偏誤嘅信息環境，令你點睇都覺得金價一定會繼續跌。然後利用短視近利嘅心理弱點，用急劇嘅價格波動，逼你喺情緒失控嘅情況下做出錯誤嘅決定。成個過程係好有系統性嘅。你唔了解呢套心理戰嘅運作機制，你永遠都只會係台上面嘅魚肉，俾人斬完一刀又一刀，你都仲未知道自己死喺邊個手上。反過嚟講，真正識貨嘅人係點樣運作嘅？佢哋會刻意訓練自己去克服呢啲心理弱點。佢哋唔會隨波逐流，見到群眾恐慌嘅時候，反而會特別冷靜去分析背後嘅原因。佢哋會主動去揾一啲同自己立場相反嘅信息，挑戰自己嘅原有觀點，確保自己唔會陷入確認偏誤。佢哋會將眼光放得好長遠，5年、10年咁去睇，唔會俾短期嘅市場噪音影響到自己嘅判斷。呢啲嘢講起嚟好簡單，但真正做到嘅人少之又少。因為違反人性係一件好痛苦嘅事，你要不斷同自己嘅本能對抗，呢個過程係好孤獨嘅，冇人會陪你，冇人會明你，你身邊所有人都會話你黐線，話你諗多咗，話你杞人憂天，直到有一日危機真係爆發，佢哋先會如夢初醒，然後走嚟問你點解你會知道，但到嗰陣已經太遲。我成日同身邊啲朋友講，投資最難嘅唔係分析圖表，唔係睇財務報表，而係認識你自己。你要知道你係一個咩人，你有咩性格弱點，你喺壓力底下會做出咩行為。如果你連自己都唔了解，你點樣喺市場入面同嗰啲專業嘅豺狼虎豹競爭？人哋係受過專業訓練嘅，有強大嘅心理質素，有無限嘅資源，有一手嘅信息，你咩都冇。唯一可以突圍嘅方法就係透過深刻嘅自我認知去避開佢哋嘅陷阱。然後喺佢哋露出破綻嘅時候，狠狠咁咬一啖。2026年下半年嘅市場一定會係好動盪嘅，美債危機疊加地緣政治風險，再加埋央行政策轉向，呢三股力量夾擊之下，金融市場會出現好多極端嘅波動。對於冇準備嘅人嚟講，呢個係一場災難；但對於識貨嘅人嚟講，呢個係一個千載難逢嘅財富轉移機會。你諗下，每一次金融危機之後，社會嘅財富分配都會更加懸殊，窮人愈窮，有錢人愈有錢，唔係因為有錢人好彩，而係因為佢哋喺危機之前已經做足咗準備，佢哋有資源、有知識、有心理質素，去喺恐慌之中保持冷靜，然後用極低嘅價錢買入優質資產，等到危機過去，經濟復追，佢哋嘅身家就幾何級數咁增長。呢個循環喺歷史上不斷重複，每次都一樣。唯一嘅變量就係你企喺邊一邊，你係被收割嗰個定係收割人嗰個？你而家面對緊同一個選擇，4048呢個價位放喺你眼前，你可以選擇驚，選擇走，選擇同其他散戶一齊喺恐慌之中拋售你手上嘅黃金，然後將筆錢放翻入銀行做定期或者供樓。過幾個月或者1年之後，當金價創新高，你就會後悔莫及，覺得自己點解咁蠢，點解唔早啲買？呢個循環會不斷重複，直到你嘅財富被完全收割為止。呢個就係大多數人嘅命運，佢哋永遠喺低位驚慌沽貨，喺高位貪婪追貨，不斷重複呢個自毀嘅循環，終其一生都走唔出呢個困局。或者你可以選擇停一停，諗一諗，認真審視下而家嘅宏觀環境，睇清楚美債40萬億呢個計時炸彈有幾大鑊，了解下全球央行點解要創紀錄咁樣買黃金。然後問自己一個問題，呢個遊戲嘅結局會係點樣？如果真係出現貨幣危機、債務危機，邊啲資產會係最後嘅贏家？
如果你嘅答案係黃金，咁你就要有勇氣去執行你嘅判斷，唔係聽日就衝入去 all in，而係制定一個理性嘅分批部署計劃，用時間同紀律去對抗市場嘅短期波動。呢個決定唔容易做，因為你身邊所有人都會話你錯，所有媒體都會話你蠢，所有專家都會話你杞人憂天。但你要記住，喺投資市場入面，大多數人永遠都係錯嘅。如果大多數人係啱嘅，呢個世界就唔會有貧富懸殊，唔會有人輸錢。但現實恰恰相反，正正係因為大多數人都係錯嘅，少數睇得清真相嘅人，先至可以喺佢哋嘅錯誤中獲利。呢個位之後，香港人嘅財富會正式分成兩批人，一批係被收割嘅分母，佢哋繼續相信磚頭同定期，繼續相信個系統會保護佢哋，繼續望天打卦等待樓市反彈，最後發現自己嘅身家喺貨幣貶值同資產價格下跌嘅雙重打擊之下蒸發咗一大截，到嗰陣時先至如夢初醒，但已經太遲啦。另一批係保住資產嘅贏家，佢哋及早睇清楚個大勢，將一部分資產轉移去黃金同其他實物資產，喺債務海嘯爆發嘅時候，唔單止生存到，仲可以逆市擴張，因為佢哋有充足嘅彈藥去執死雞。人哋驚到沽貨嘅時候，佢哋大手掃平貨。呢個就係財富轉移嘅終極秘密。你以為呢個世界係公平競爭，但其實遊戲規則一早已經寫好咗。你唔去理解規則，你就只會成為規則嘅犧牲品。你話呢個世界公唔公平？唔公平，從來都唔公平。但呢個就係現實，你要接受呢個遊戲規則，然後喺入面生存，定係繼續鬧個天唔公平，然後乜都唔做？選擇權喺你手。我只係將我睇到嘅嘢話俾你知，我唔會求你買金，你買唔買同我冇關係。我只係唔想見到一班香港人明明可以避過呢場災難，但因為無知同恐懼而白白送死。香港人一直以嚟都係好勤力、好聰明、好捱得嘅一群人。我唔想見到你哋成世人嘅血汗就咁樣俾一個腐爛嘅金融體系吞噬晒。你值得有更好嘅結果，但更好嘅結果唔會從天而降，你要自己爭取。2026年係一個生存遊戲，佢唔會理你係邊個，唔會理你有幾努力返工，唔會理你供樓供得有幾辛苦，佢只會冷酷咁樣執行財富重新分配嘅程序。有人睇到4048係危險，識貨嘅人睇到嘅係轉機。呢個差距會喺未來1年之內被極速放大，到時你就會明白點解我一而再再而三咁強調呢個位嘅重要性。如果你睇到呢度仲未離開，代表你真係想改變，你真係唔甘心做一條韭菜，你真係想為自己同屋企人嘅未來做啲嘢，咁你就唔好再等㗎喇。財富轉移嘅列車已經開動，你要決定你係上車定係被車碌過。呢個選擇冇得逃避，冇得拖延，因為市場唔會等你，危機唔會等你，時間更加唔會等你。你每一日嘅猶豫都係將自己推向被收割嘅深淵，而家就行動，為你自己嘅財富做一個真正識貨嘅決定。如果你唔想喺呢場債務海嘯入面無聲無息咁消失，如果你想喺2026年守住你同你屋企人嘅未來，請你即刻訂閱識貨財經。我哋唔講廢話，唔會同你講乜嘢冧巴推介，更加唔會同你講邊隻股票會升幾多個巴仙，呢啲全部都係呃人嘅。我只講足以保命嘅財經真相，用最直白、最唔留情面嘅方式話俾你知呢個金融世界嘅真實運作邏輯。記得打開小鈴鐺，因為下一集我會再深入拆解美債危機嘅傳導鏈條，話俾你知一旦危機爆發，香港嘅銀行體系會點樣受到衝擊，你手上嘅港幣資產會點樣一步步被蠶食。呢啲嘢冇人會同你講，傳媒唔會講，銀行更加唔會講。因為佢哋嘅利益就係要你繼續放低錢，繼續供樓，繼續做一個乖乖嘅韭菜。但我要同你講，因為我要你做一個真正識貨嘅聰明人。我唔係救世主，我冇能力救晒所有人，但至少睇到呢度嘅你，願意花時間去理解真相嘅你，值得有一個唔同嘅結局。你嘅未來就係你今日嘅選擇，做個識貨嘅人，定係做一條韭菜，你自己話事。